家好，今日我哋想帶大家一齊衝出荃灣去到大澳呢個地方，呼吸一下新鮮嘅空氣。如果選擇從中心出發，我哋可以由荃灣地鐵站乘坐荃灣線去到荔景站，再轉東涌線往東涌方向尾站落車。落車之後，我哋可以按照地圖或者地鐵站嘅水牌指示，轉乘11號巴士。上咗11號巴士之後，我哋可以一直搭到去尾站大澳站。全個車程大概52分鐘左右。過程當中，我哋都可以見到好多荃灣未必見得到嘅郊外風景。過程當中，我哋都可以感受一下環境同自己嘅感覺，到底係點嘅呢？我哋可以一齊計劃一下嚟緊嘅行程。今次我哋會帶你去嘅地方包括咗大澳海濱長廊、大澳街市街、大澳永安街、永助聖母堂天主堂同埋鹽田遊樂場。大澳係以漁村景緻聞名嘅，至今亦都保留咗好多傳統風貌，好值得我哋慢慢細心去遊覽欣賞。當中嚟到獨有嘅寧靜環境，並唔係其他地方可以見得到嘅。好多時候我哋工作都會非常之勞碌，為我哋帶嚟一啲壓力。今次帶大家出走大澳，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探索一個更加能夠放鬆到身心嘅好去處，放低一下生活一啲嘅擔子，接觸下自己身體感覺同埋需要，感受一下點樣讓風景、美食、活動等等嘅一啲東西，讓到自己感覺到自在。學習點樣讓自己嘅身心靈都可以 take 一個 break，充個電，再繼續努力。